市长候选人谢龙介4日一透早，家己骑机车体验上班族通勤的日常。谢龙介指出，为了决定出发，行咸水溪堤岸到南科，总共开了32分。会选择行这条上近路线，就是因为这是南科上班族上爱行的路线。实地体验后，发现路况真正足歹，路面坎坎坷坷，非常无平整。除了容易造成意外，对着机车寿命更是有负面的影响。加上大家赶咧上班，车速较紧，更容易有事故发生。从六甲顶的灿坤走到南科管理局，我们大概走了32分钟。那今天我们挑的路线就是所有来南科上班最快的一条路线。那今天这一条路线为什么我们要先走这一条？因为这一条路线刚刚从我们直播你就可以看到很顺畅，可是这一条路线是事故最多的路线。你看刚刚从堤防一路就是最经常汽机车擦撞，就是这一条路线。所以我不建议大家，如果你要在这边来，第一个不要抢快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今天都骑在40-50左右。谢龙介指出，虽然南科为台南带来真侪工作机会，但周边的厝价是愈去愈悬，互情感青年伫台南生活无容易。新路伫当选后，会为多方面规划，打造友善青年居住环境，互少年人愿意留伫咧家乡打拼。在安定那附近已经一坪32-33万，归仁地区一坪也32-33万，仁德高铁特区那附近接近要40万，谁想得到？我想我们在台南长大的都没办法承受这个，所以为什么年轻人要走？既然40万，那我就到北部去啊！我北部的机会多，薪水高一点。那台南如果也是在30-40万，那我当然一定选择到北漂嘛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人口少了3万多，可是45岁的年轻人少了7万多？一撮南科机车行，谢龙介情感要留住台南的少年人，必须要为交通、住房、消费、药理等进行全面性的检讨，打造友善青年的居住环境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